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邓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琴。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！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到今天已经播出49集了。那相信每周呢，锁定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对客家文化已经有相当的认识，这也是我们制作节目的宗旨。也希望呢，提升台南市民对客家文化的认知，并且有效推展客家语言。最近哦，到底啊，你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已经播出有49集咯。当时梦当到嘅朋友帮我哋嘅鼓励老肯听哦。还有啊，最爱什么？你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你松之城有线电视台来直播，有意义嘅单元节目。你节目制作嘅宗旨主要就系爱提升你台南市民对于客家文化嘅认知，落实推展客家嘅多元文化。小邓老师，那刚才呢，画面出现一些看起来颜色很缤纷，有绿色、有红色的，应该是客家点心之类的，是今天节目要介绍的吗？系哟，我是讲过啊，客家人啊，当好食办，也当伟大办。佢係老客家族群所生活嘅自然環境、生產嘅法通，係顯示飲食文化特色嘅主要原因哦。也因為啲客家人啊，所帶嘅素材啊，流通生活嘅模式來影響客家族群嘅性格，加有飲食文化嚟展現有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。比如講從食材方面，客家人就會利用從菜地嘅出產嘅米啦、插秧等做成客家人特有嘅伴侶點心。真的是就我在客家莊接觸的客家人，隨時就會端出一碗自己做的糖水米塞木點心或蘿蔔糕等等客家人啊，係當好客哦，也係當好食辦呢，也當偉大辦嘅族群啊，對於乃世界大馬嘅辦啊，也係有講究嘅哦。就像小琴講到嘅啊，從客家莊嘅朋友，屋下食到兩個米切木點心、老菜頭辦，有人講老皮辦啊，兩種嘅辦嚟嘅食材就當簡單，故所客簡單做。根本嘅我嚟介紹嘅兩種嘅客家辦嘅。辦式嘅點心呢，就要看節氣咯，冇出係特別建議，將會來打嘅辦嘅哦。那今天要為觀眾朋友介紹什麼客家板食點心呢？從客家諺語講啊，一對辦啊，第三碗飯，就看得出啦，呢個辦嘅重要性哦。辦讓日常生活、年節喜慶啊，精神祭典有當密切嘅關係。清明節嘅時間啊，愛打夜辦。添蛋愛打新蛋辦，根本日出老觀眾朋友來介紹清明時節瓜子將會打嘅夜辦，老添蛋愛打嘅新蛋辦。所以今天是要介紹內辦跟新蛋辦咯。大家知冇？差唔多啊，從當年、去年、過年時節，從茶葉筍啊，嘅菜葉筍啊，兩葉啊，就會開始生出來喲。內行嘅客家人啊，就會等到兩葉綠嘅可以試嘅黃花，也係講產卵芽嘅時間咧，夾出來摘起來，留等來打葉辦。兩葉辦啊，有很多艾草粄、清明粄。蒙辦主要係客家人認為啊，兩葉有驅邪避凶嘅作用，還有聽講深夜辦熱天時節，還唔會潑爛吧。原來客家族群在傳統的飲食文化當中，都有可能表達出客家族群的象徵性。客家飲食文化與客家的生活信仰是清明節要吃艾粄，而且認為在清明節吃艾粄呢，到了夏天皮膚比較不會長膿瘡哦。講下了，我來介紹一下新蛋辦。新蛋辦是做什麼用的呢？早期啊，喺台灣農業社會時間咧，屋下添蛋係加速嘅大事情哦。嘅新人嘅出世啊，為老祖先行過天公伯來報告，並祈求呢啲新人呢做得平安狀態。故所啊，為咗今年元宵節啦，也就係求那個正月15，冇出求那深夜班嘅時間呢，為打兩個新蛋辦。
新丁板大好，要拿到庙方来祈福。一來係為到答謝神明屋下添了男丁，二來也為到了細人來祈福。添男丁就做新丁板祈福。那如果生的是女孩子，也有嗎？小錢問得好哦，早期農業社會啊，確實係重男輕女哦，添男丁啊，就會打新丁板祈福來請人客，係講到每日就冇了習俗哦，唔過也哈時代環境來變化，大家嘅思想也改變咧，也哈不論係添丁，也係講到每日同樣都會打新丁板，冇出打千金板來分享俾親戚朋友識咯。講定啊，你好客之家電視學院今本日就講到了咯，也下嗱你同觀眾朋友來講，爭來了哦，講來了，爭來了。